国立台湾博物馆内面有真侪记录台湾自然环境标本，配合着文化部的国家语言推动计划，最近因着家宝机团体合作，头一摆推出台语夏令营，用台语带囡仔来认捌台湾的自然生态环境，有200外囡仔来参加。甲报纸摊开，细字甲已经打扫的叶仔摕出来，放伫白纸顶面，写好实物的基本资料，准备做标本。而且的叶仔吼嘛，球了较细，有当时佫会有看到江叶仔吼，因为伊要适应遮的环境，而遮的环境无介好。配合文化部的国家语言推动计划，国立台湾博物馆第一摆举办台语夏令营。由民间母语团体执行，让囡仔用台语熟悉台湾的生态环境，关心永续议题。阮以前拢是比如讲吼，出版迄个绘本吼，迄个甲漫画哦，也是讲迄个教材教案。因为阮台湾博物馆吼，目前是台湾历史同悠久的这个自然史的这个博物馆吼。因为阮展的拢是标本啊等等吼，所以阮即届希望用这个台语吼来做导览的方式吼，互小朋友引起兴趣。母语团体表示，这摆夏令营活动有超过200个囡仔参加，虽然是专台语课程，但是也开放袂晓讲台语的囡仔参加，斗阵来熟悉母语甲生态。不管台语程度安怎，其实拢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因为协会其实嘛希望讲遮个袂晓讲台语的囡仔有机会接触台语。所以这对阮来讲嘛是一个虽然是挑战，因为阮伫遐讲台语，对因来讲可能是一个就是较困难的所在。毋过就是阮的讲师拢是有经验的。台博馆表示，馆方未来也有其他台语相关的活动，要培训台语教师甲台语导览人员。母语团体希望文化部会当继续投入相关的资源，互推广母语的工作通继续行落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